梁子穎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係支持深化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呢個嘅動議。我會從3個層面去講一講個觀點嘅。首先，我哋要清楚國家嘅貨幣政策走向，就係穩定內地嘅經濟，並且支持人民幣有序咁去走向國際。2024年底內地嘅貨幣政策基調已經轉為係適度寬鬆。人行行長潘功勝亦都喺今年3月表示係會繼續實施適度嘅寬鬆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充裕。而喺匯率方面國家亦都堅持有管理嘅浮動匯率機制，市場係起決定性嘅作用。同時用宏觀審慎嘅工具防止羊群嘅效應。而喺2026年初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已經係大約有 1.3%， 對歐元升值已經有 3.7%， 表現係穩健。人行亦都多次強調係冇必要，亦都冇意係透過匯率貶值而獲取貿易嘅競爭優勢。而至到舊年年底境外持有人民幣金融資產亦都超過係10萬億元，人民幣已經成為中國對外收支第一大嘅結算貨幣，全球第2貿易融資貨幣，第3大嘅支付貨幣。可見國家長期有序係推進人民幣係國際化。其次香港處理全球大約係80%嘅離岸人民幣嘅支付款額，擁有最大嘅離岸人民幣嘅資金池。至到舊年年底連同存款證亦都超過11000億元嘅人民幣。離岸人民幣嘅貸款亦都高達9350億元。按年係增長 29%， 創咗歷史新高。2025年點心債嘅發行規模亦都達到11000億元，餘額2年之間亦都增長咗74%，至超過係16000億元。而我哋睇睇我哋其他國家印尼政府啊、哈薩克斯坦開發銀行亦都首次嚟香港係發呢個點心債，證明國際社會對香港平台嘅信任。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託管點心債嘅餘額亦都超過14000億元。香港過去10年亦都9度成為亞洲最大嘅國際債券發行樞紐。國家嘅15規劃亦都首次明確寫入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同埋財富管理中心、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呢啲功能，期望香港能夠繼續發揮所長。第三香港未來亦都有3個工作嘅。第一就要提升呢個流動性，拓展人民幣融資。2025年嘅施政報告亦都提出係設立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最初係由金管局同埋人行貨幣互換協議支持，額度已經係由1000億元係倍增至到2000億元嘅人民幣。未來要向企業係提供較長期嘅人民幣融資，令到更多嘅貿易同埋投資係會用人民幣做結算。第二就係完善產品同埋收益率嘅曲線。中央已經係支持加快推進人民幣國債期貨喺香港上市，亦都取消離岸債券回購質押券嘅凍結。香港要推動更多以人民幣計價嘅產品，形成完整嘅離岸人民幣收益率嘅曲線。並且要將人民幣交易櫃台納入港股通、南向通，吸引更多係北水南下。第三香港要用好互聯互通同埋數碼基建，跨境理財通、互換通、債券通都要持續咁去升級。未來亦都要將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發展成為亞洲主要嘅國際中央證券託管平台，建立香港成為更便利嘅外匯交易平台。代理主席，深化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呢個功能唔單止係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地位，更加係助力國家人民幣國際化，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呢個獨特優勢，亦都擁有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市場。香港要發揮好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真正人呢個雙重角色，為人民幣從跨境使用係走向全球循環係貢獻關鍵嘅力量。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